讲到变种病毒 Omicron 是继续伫咧传，英国第13也已经出现头一个 Omicron 的死亡个案。英国政府针对着 Omicron 监测，显示讲这种病毒伫室内传染的速度，比 Delta 是悬3倍。英国目前也把这注第3档的时间缩短到3个月。就医生建议讲，咱台湾也当参考英国的做法。 英国伫咧当地时间13出现头一个 Omicron 死亡个案，当局唔敢考试，除了宣布实施比计划，要求民众尽量伫咧厝诶做工课，出入室内公共场所就拢爱挂嘴暗。英国政府也针对 Omicron 变种病毒做监测甲调查，证实讲 Omicron 伫咧室内传染的风险比密切接触者要悬，而且也比 Delta 更较高危。 14天之内，它针对家户传染这方面 ，Omicron 它相对于 Delta 它的这个传染力的倍数有高达3倍，针对亲密接触者的话更高，也有高达2倍。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建议，只要是 Omicron 找到的这样的一个确诊病例，或者他的可能接触者，希望还是能够用高规格的14+7的这样的一个集中检疫，那么一定不要。 进入我们的公共集会场所，特别在这个跨年以及春相关的活动里面，那可以确保台湾防疫的安全。专家表示，虽然即马无证据显示 Omicron 重症甲住院的比率会比 Delta 要大，不过就惊免疫的失效，英国已经伫咧11月底缩短至第3档有风险的时间，第5个月缩短到3个月，拢注 mRNA 保护力会当有7成。目前英国的数据是打完第3剂，也就是加强剂之后的2个礼拜看出来的真实世界数据是都还有70%以上的保护力。即阵国内做过第3档有风险的有3万多人，要维持第2档甲第3档爱人至少5个月。专家呼吁除了爱严格制定 Omicron 对境外侵入社区个人的防疫措施，要袂当放零。记者阿明金、夏桂林台北报道。